冇試過啊？原本呢，你就買一隻嘢，就想長線投資，一買揸幾年，但係突然間有一日佢升好多，一日升成10%，你呢就忍唔住就放咗佢，諗住呢第日升跌翻落嚟再買翻。但係呢個明明並唔係你一開始投資嘅時候嘅決定嚟噶嘛，但係你會因為一時嘅爆升，然後就走咗貨。又或者調翻轉，你諗住短炒嘅啫，買嚟呢就即日先，當日一定會沽出噶啦，升同跌都會認輸嘅。但係呢，你一買就跌，然後持續咁跌，彈都唔彈喎，到收市前呢，你就覺得聽日一定升，不如揸多日啦，就又同你一開始嘅諗法背道而馳，結果呢，一揸就揸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就一沉不起。咁呢啲呢，好可能呢，你認為就係你個人唔夠堅定，就係諗住即日放就要即日放，或者長揸就長揸。咁但係其實呢，唔一定係因為你唔夠堅定嘅，而係因為你嘅性格同埋你所制定嘅投資策略呢，並唔匹配。就算幾好嘅投資策略呢，做唔到啊，都係垃圾。而如果你做到嘅話呢，即使嗰個投資策略唔係最好，只係一個好普通嘅投資策略，但係你只要做到嚴格執行嘅話呢，你都可以實現到相關投資策略 back test 得出嚟嘅成果嘅。咁但係點解會發生呢咁嘅情況呢？今集影片就會諗住結合全球最流行嘅16型人格 MBTI， 將人精準咁樣分咗4大財富陣營。我就話你聽，究竟你天生係適合用咩投資手法？如果你用錯手法，或者用咗一個同你性格唔夾嘅嘢，結果你根本就做唔到你嘅 planning。就算就好似全世界都知指數長揸必勝，但係你做唔做到長揸呢？唔係個個得噶。如果你嘅性格根本就唔 work， 係做唔到嘅，你就算知道呢個必勝嘅手法，都係冇用，喺你手上都會變成垃圾。要將 MBTI 16型人格放喺投資度呢，我能夠將佢分咗做4大財富陣營嘅。4大財富陣營呢，點分呢？首先第一樣嘢 ，I 人同埋 E 人呢兩樣嘢呢， I 人同 E 人呢，同投資係完全冇關係嘅。我想講，所以以下嘅分類呢，就唔會因為你係 I 或者 E 而適合一啲嘢，而係無論你 I 定係 E， 你都會適合同一種做法。喺我講落去之前呢，要注明啦，今集呢就純粹係個人投資筆記、學術分享交流嘅啫，咁就並不是對你嘅任何投資建議嘅。即使你係嗰種性格，你都係需要尋找專業人員嘅意見啦。你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我哋就當係一啲玄學啊、風水咁樣聽下笑下就算數啦，千祈唔好聽完然後就改變或者唔改變你嘅投資策略，先知道。咁我哋開始咯。首先要講呢，就佔咗社會一大半人口嘅呢一個 MBTI 型呢，係佔嘅人手比較多嘅，就係 SJ 型。SJ 型即係咩啊？即係 ISTJ 啦、ISFJ 啦、ESTJ 同 ESFJ 咁樣噶。你有 S 又有 J 嘅朋友呢，你哋嘅性格其實係好討厭驚喜。你哋需要嘅呢係安全感同埋規則。如果有人叫你炒 crypto， 大家都知啦，即係加密貨幣之前呢升得好勁噶嘛，有參與就一定係賺到錢。但係如果你 SJ 呢，可能你有參與你都賺唔到錢，因為你冇辦法去炒，即係即日先咁樣，你可能呢3日就頂唔順要食違約噶啦。而你哋呢，喺一個中意安全感同埋規則嘅情況之下呢，你哋天生就係一個現金流嘅大師，因為你係極度守紀律啦，守紀律嘅投資最適合你。但係你需要安全感，所以呢，有一個源源不絕嘅被動收入系統，例如啲咩啊？買啲房產信託基金啦、REITs 啦、高息股，或者係一啲會派息嘅追蹤大盤指數嘅 ETF 啊。
咁咧你就可以好有耐性咁樣，每個月出糧就自動買入，因為咧跟住佢又定時定候俾錢你，佢哋波幅又唔大，令到你既安心，亦都可以有規矩跟住咁樣去投資嘅。咁所以咧 SJ 型人格咧最適合就係投資製造現金流嘅一啲穩健長線投資啦。第二個陣營呢，就係專家同思想家嘅組別 NT 包括 INTJ、INTP、ENT 而我呢，就係 INTJ 嚟嘅。你嘅理性呢，即係你如果係 INTJ， 頭先我講咗4個類型啦嚇，你買一隻股票之前呢，你覺唔覺得啊？你要令到自己安心呢，你係會睇下啲宏觀數據啦。睇財報啦，我所講上面嗰幾樣，好可能你係會經常睇財報，起碼你識睇財報先。但係你可能係從來冇學過嘅，你係自學就已經識睇㗎啦。因為你好想知道晒裡面啲嘢，知道嗰間公司嘅營運係點樣賺錢啊，賺乜嘢嘢啊，下年即係以往嘅歷史嘅走勢啊，歷史嘅財報你都好想知嘅。咁呢一種性格嘅人呢，投資最得心應手嘅呢，就係一啲深度價值投資同埋一啲系統化交易嘅。只要你嘅數據邏輯成立呢，你就算揸住一隻股票，佢可能個表現並未如你理想，你都可以一揸幾年。但係 NT 嘅人呢，要留意喎，你最大嘅敵人係咩啊？就係一種叫分析癱瘓嘅現象。你太追求完美啦，有陣時你要計到100% 準確啦。例如你想預測埋個市嘅最低點先入市即係就算你搞完基本分析，你仲想做埋技術分析，然之後咧最低位入市咁樣，即係性格令你有呢種想法咧，往往就會令你錯失良機。白白睇住個市升咗上去，但係你就乜貨都冇。但係冇貨同時最抌心係咩啊？你知你要買乜，你知邊隻會升，你又望住佢會升。呢啲就係好大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對於 NT 嘅人嚟講，都要記住，投資世界咧冇絕對嘅完美嘅，冇人可以經常或者大部分時候咧都唔可能係估底或者摸頂噶啦。唔係摸頂啊，即係低買高賣咧，係人都想啦，個個都做到，冇窮人噶嘛呢個世界。咁其實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嘅。咁要解決呢個問題呢，你最理想嘅做法就係分批建倉多啦 ，cost averaging， 定時定候、定時定額咁樣買入，咁就令到自己呢有紀律。留意翻，NT 嘅人頭先我冇講過佢係有紀律嘅，但係你需要嘅咁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呢放棄呢個最低位買入，而你可以用到一個平均嘅價格嚟買。而重點就係咩啊？你所選擇嘅標呢，係你自己睇嘅財報呢。假如你真係有咁嘅能力，而你 NT 嘅人呢係好可能有咁嘅能力嘅，你嘅選股能力係強嘅，咁只要同埋 DCA 呢，就完美咁 match 到你個性格嘅優點啦。好，講到呢度呢，如果我已經講咗2種咯，如果你已經飽含咗你嘅性格呢，就歡迎啦 like 咗呢條片啦，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啊！你嘅訂閱、你嘅支持呢，係令到我分享理財嘅最大動力。好啦，我哋翻嚟講到第3個陣營，第3個陣營就天生中意刺激、中意去滑浪嗰啲啦。SP 靈活靈敏型，包括咩啊 ？ISTP、ISFP 同埋 ESTP、ESFP 嘅。要你哋揸住隻收息股30年呢，你一定悶到抽筋，你揸唔到3個月，可能你都頂唔順，發覺3個月都唔喐嘅，走咗去啦咁樣。你咧追求咧就係當下市場情緒同資金流向咧，你係有充分嘅直覺嘅，你好容易就會發覺到市場嘅錢而家去咗邊。所以咧靈活敏型嘅人咧，最適合就係動能投資啦，即係你要學睇，都唔係可能你本身天生係好容易睇得出個 momentum 喺邊，就做一啲短線嘅波段操作。嗱，邊度有熱度就係而家咧炒咩啊？SpaceX 上市炒太空股，最後嗰幾日先炒太空股，之前又炒晶片，又炒核電，又炒散熱，即係輪流炒。跟住而家咧就唔炒軟件啦咁樣。呢啲咧 SP 型人格咧，好容易就會發現，好容易就會知道。佢哋短炒對佢哋嚟講咧，
係得心應手，亦都可以滿足到佢興奮，即係需求，需要呢個刺激感嘅心態。咁但係一講到短炒呢， SP 型人格好容易就將投資咧變成賭博啦，一衝動就瞓身，一買錯就唔認錯唔止蝕，跟住咧就自圓其說咁樣繼續持有啊。咁呢啲咧可能就係 SP 型人格潛在出現嘅問題啦啊。咁所以咧必須要 SP 型人格投資嘅時候必須要嚴守止蝕。你嘅性格適合短炒嘅，即使一個被驗證長揸必勝嘅做法都好啦，喺你手上呢，你真係做唔到，好可能你做唔到嘅。但係你短炒你發覺你可能賺錢賺得仲多啦，即係嗰個成功率較高，即係無論係每一次即係10次入場贏6次嘅，然後贏嘅金額每次都比起輸嘅更多咁樣，咁長此下去你係必贏嘅。咁 SP 型人格就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啦啊！咁記得千祈要嚴守止蝕，即係如果你當初諗住係短炒嘅時候，千祈唔好將呢筆錢咧變成長揸，即係有本金咧先可以繼續玩落去嘅。特別係你短炒，其實你揀嗰隻嘢咧，可能係冇基本因素長揸，可能係必輸嘅，有機會。去到最後一個陣營啦，就係充滿理想嘅 NF 型 ，NF 理念願景型，包括咗咩啊 ？INFJ、INFP、ENFJ、ENFP 嘅。你哋買股票呢，好可能即係會買一個信念，即係你關心嘅呢係呢間公司可唔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對社會有冇貢獻，即係 ESG 類型啦、綠色能源啊、AI 概念啊。甚至係太空啊，或者你對Elon Musk 有個信念係入咗教嘅咁樣，你嘅選股呢，就係基於你嘅信念。咁 NF 嘅人呢，所以就出現一個致命嘅弱點啦，就係你會同隻股票談戀愛。一間公司嘅業績呢，即使佢變咗壞，甚至係冇人接受到嘅，你做假數咁樣啦，你都仲可能會幫佢揾藉口。你好可能會話你要同佢共度難關。咁記住啦，呢個市場呢，冇情講嘅。數字唔會呃人嘅，做假數呢，成條華爾街都唔會原諒嘅，一定會直接抽走資金。投資呢，就唔係做慈善嘅，所以呢，喺相關嘅投資嗰間公司嘅核心邏輯或者投資嘅邏輯一改變呢，就必須要忍痛分手。咁但係呢，如果你喺唔分手情況之下呢，你嘅信念呢，只要你信啱一樣嘢，即係信啱一個幫到你揾錢嘅人呢，你係可以揸好耐。即係就好似例如之前 Bitcoin 咁樣，就算係10蚊美金買入，你真係可以揸到10萬，你都中間係冇落過車，或者可能落完車上翻啦嚇。但係正常嚟講呢，你望住幅圖，你話哇一升咗100倍，但係大部分人呢都係冇辦法由頭揸到落尾嘅中間嘅波幅，令到你無限咁樣 trade 噶嘛。有啲所以睇圖有機會咧出現一個幸存者偏差嘅。而呢啲充滿理念嘅人呢，佢就係有機會，只要揀啱目標，就好可能可以進一個較大嘅勝負啦。聽完呢4個陣營，我想同大家分享今日最核心嘅終極心法係咩呢？就係好多人一世喺度追求最完美、賺最多嘅神級投資策略，睇好多投資書講到呢個方法，例如可能一個中意長揸嘅人睇咗話 VCP 選股咧勝率好高喎，咁樣即係投資比賽冠軍嗰班都係用 VCP。咁但係比較適合短炒噶嘛，即係雖然 VCP 一揸可能都係揸幾個月咁樣啦嚇，咁但係都唔係適合你嘅性格。又或者睇完一啲傳統嘅投資書揀價值股一揸就揸幾年收下息咁樣就回本噶啦，跟住咧後面就正賺啦。即係呢啲咁長線嘅投資呢，對於啲中意短炒嘅人呢，對於啲 SP 型人其實係理論係啱嘅，做唔到嘅嘢呢，理論幾啱都冇用，最喺你手上呢，最後可能會變成忍痛止蝕嘅垃圾啊！就好似一對唔啱腳 size 嘅名牌跑鞋都好啦，你都唔會跑得快，你着對啱嘅白飯魚都快過你着對唔啱嘅鞋，係咪先？咁所以呢，投資呢，就算啲方法幾勁都好啦，只要你做唔到，你就不如揀一個適合自己又個表現呢唔太差嘅，就唔好追求最好啦，佢要追求做到先。因為理財呢，從來都唔係一場智商嘅對決嘅，
而係一場呢，你對自我認知嘅修行。當你能夠揾到一個令你每日資產有變動嘅同時，你可以安心熄機瞓覺，又或者你可以透過投資獲得到你嘅滿足，即係一個刺激嘅滿足，同埋透過收息現金流得到滿足，或者透過即係滿足到你嘅信仰要求，就可以買咗 Elon Musk 嘅所有公司啦咁樣。你呢，好可能已經贏咗絕大部分嘅人噶啦。咁啊，既然你都聽到嚟呢度啦，片尾呢，譬如你就話我知你係咩 MBTI， 而家又用緊咩策略？究竟最後你所用嘅策略夾唔夾你嘅 MBTI 呢？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你哋嘅留言呢，我都會睇嘅。咁我睇完如果想有需要回覆嘅，我都會盡可能回覆嘅。嗱，既然你都嚟到呢度啦，咁不如唔爭再聽埋呢個。如果你啱啱18歲冇耐嘅，你未開大部分券商戶口，富途牛牛呢，有優惠。個優惠係咩啊？其實你見到網上好多開戶優惠嘅，去邊度都有嘅。重點係咩啊？你用我專屬正流專屬嘅 QR code， 唔係 QR code sorry， 正流專屬嘅開戶優惠碼嚟到開戶，你可以獲得坊間你見到大部分所聲稱嘅開戶優惠嘅同時，額外獲得多200蚊啊！而家呢，富途牛牛啊，6月12號今日呢，今晚 SpaceX 上市呢，仲會送 SpaceX 股票添嘅。咁咧，詳情就喺下邊描述欄啦。咁如果你未有戶口咧，就 click 條 link， 或者你首先手機裝咗個牛牛啦。咁你喺認真，即係你開戶之前咧，就 click 條 link 入咗個優惠碼，跟住先開。咁就記得咁樣咧，就會可以獲得到額外嘅200蚊，同埋有機會獲得 SpaceX 股票啦嚇。咁詳細就睇下邊。咁如果去到呢刻你都仲未轉片咧，我諗你係咪應該瞓着咗開住 YouTube 嘅啫？咁唔緊要嘅，瞓着咗開住 YouTube， 我又播啲音樂俾你聽，好冇？咁條片可能會後邊有啲長嘅嘢咁樣嘅，但係冇嘢講噶啦，講完噶啦。咁如果你想聽其他嘢，有啲咩其他想聽嘅，歡迎喺留言下邊話我知。去到呢刻，如果你未瞓着，但係又真係聽緊嘅，記得 like 咗條片啦 ，like 咗呢，自動擺咗落去你喜歡嘅影片嗰度，下次想聽翻隨時可以聽得翻。如果純粹想聽下我把聲嘅，咁或者讚我把聲好聽嘅，就更加要喺留言度話我知，咁我真係唔會知噶。咁今日就係咁多啦，咁就下次再傾過啦，拜拜。